緊張㗎，但係我有 A 組特強 support。佢加倍輕鬆，加倍信心，仲唔會過期添。好辛苦啊！平時 support 都唔夠嘅。你明？我明啊。200 A 組特強 support。唔好亂咁開門啊！我嚟自上北，我來自雪北。我是500。我嚟自200。早晨。但係佢都係我同學喎。但係佢係經200訓練出嚟嘅喎。Team A 笑容讓你放鬆，Team A 精英同人鞠躬。大家好啊！呢度就係紅磚場 Tony 啦。而我今日 Terry 啊，就喺度同咁多位嘅高考生同埋準備放榜嘅你一齊打氣。唔使驚，只要你有實力嘅話，一定可以入到你想入嘅學系，將來做到你理想嘅工作嘅。一句講到尾，香港200一定全力支持你，加油啊 ！Good luck！大家好，我係路人甲，亦都係09。咦？唔係喎，雖然着紫色衫，但我係06A 嘅 Anita。大家好。回想喺3年之前咧，其實6月30號咧對我嚟講都係一個好大嘅日子啊！因為其實我當年都係6月30號放榜㗎。咁係咪等住 A level 放榜嘅你哋係咪而家都好緊張咧？就係無論即係嗰日嘅結果係點都好啦，其實考得好固然係高興啦。咁但係考得唔好嘅話，其實都唔緊要㗎，因為其實見到好多嘅例子都係3年之後佢哋亦都係有出頭添，佢哋讀完阿蘇就可以升翻去上 U。咁然後可能讀唔到書嘅話，其實都可以出嚟翻工，其實一樣係前途光明㗎。所以咧 A 組嘅同學，你哋係要加油啊！特別係我哋6006 A 組嘅 Amy， 嗱放榜你一定係得嘅。嗱你話過你係想讀英文系嘛？咁CU 定 TOEIC 都好，一定會收你嘅，係嘛？加油啦，拜拜！A 組嘅同學仔放榜唔使緊張，你哋一定得嘅，加油！有一日，有一個男仔喺放榜之前，佢同自己講：放榜我一定得㗎。第2日，佢真係得咗啊！好啊，吉到。有一個心理學家講過，當你自己講嘅嘢，你係相信嘅話，最後呢樣嘢會成真嘅。各位 A 組嘅同學，雖然你哋可能今次考試嘅成績係好嘅，或者係唔係好嘅，但係只要你哋去堅持你嘅信念，你哋一定會成功㗎。A 組嘅同學，加油！放下 hands， 放下 hands， Pretty babies， 型男淑女讀到死下。而家家 Free K 拜，中世始終為了依日最開心。630，放榜下，放榜下。天美自叻自多喜，大家高高興興入 U 去。開心學習在 Team A， 高考成績屈晒機，包你一定驚喜。